人性就係醜惡嘅，所以你哋要不停作惡，唔好好似某個人咁跪到業績為零啊嚇！你知唔知我講緊你啊？卡士圖，點解你可以連引發車禍、拆散家庭啲咁簡單嘅嘢都做唔到㗎？唉，對住啲人類，我點會落到手呢？我果然係一個膽小怕事嘅惡魔啊！我真係好冇用。聽聞天使可以喺天堂咁樣自由自在咁做任何想做嘅嘢。神啊，我真係好想同去天堂交換人生啊！邊個叫我？被告罪成，將被逐出天堂。吓？佢只係正當防衛啫，個賊搶劫佢，佢打翻個賊一拳，再攞翻佢嘅嘢，咁都有罪？肅靜，波羅克斯，你係咪又有意見啊？對審判有意見，要跟翻程序填意見表。本人對今次嘅審判毫無意義，能夠睇到正義喺法庭裏面貫徹執行，我感到由衷嘅感動。將被告驅逐出境，休庭。唉，所謂嘅天堂，只不過係金玉其外，敗在其中，都冇天堂咁地獄咁自由，至少啲人唔會咁迷事。可惜咯，我只不過係一個員工，根本幫唔到手。就算知道佢哋係咪無辜，咁又點啊？神啊，請佢帶我一個可以善用自己能力嘅地方啦！唔通又有人許願？等我嚟聽下今日三屆有啲咩新鮮事先。有趣有趣。既然你哋對自己嘅處境咁不滿，咁你哋就換身份試下啦。呢度邊度嚟㗎？第一次見到啲咁樣衰嘅人嘅。吓？卡士托，你發乜癲啊？卡斯托，邊個嚟㗎？唔通呢度係地獄？我係惡魔？喺呢度應該冇天堂嗰啲咁迷線嘅人啦啩？又要起身搞破壞。咦？點解我變咗做咁嘅樣嘅？我係邊個啊？等陣先，呢度唔通係天堂？咦？囉嗦佬？波魯克斯，你去咗邊啊？點解仲未返工嚇？波魯克斯返工？係啊，未瞓醒啊！你咪波魯克斯咯，係快啦，審判就嚟開始㗎啦！哦，好啦。所以你打傷咗佢，係因為佢家暴你？既然被告已經承認咗，被告嘅故意傷害罪成立，依法判決火燒12個月，休庭。咪住先。對審判有意見，可填意見表到前台上訴。長期家暴嘅人竟然唔使負上任何嘅責任，被告只係打傷佢一次，竟然就要受啲咁嘅刑罰，係咪有啲唔公平啊？我哋都只係依照法律公正咁去執行。但係被告都只係自我防衛啫。波魯克斯，你只係一個秘書，請你認清你嘅身份。再咁落去，你就會被開除，甚至驅逐。唉，以為嚟到天堂就可以伸張公義，點知都係我冇用，我厭倦呢度啦。呢個地方比天堂仲混濁，我都厭倦啦。眾人皆醉我獨醒。點啊？你哋覺得另一邊好唔好啊？唔好，我都係想去一個冇犯罪、冇唔公義嘅地方，但係我嘅性格太怯懦，就算喺天堂，我都係做唔到任何嘢。我都係咁諗，無論係天堂定係地獄，我都融入唔到。究竟係我能力有問題啊，定係因為我性格啊？我雖然係惡魔，但係我真係完全做唔出任何傷害人嘅事啊！你冇做錯，你只係做緊啲你唔想做嘅嘢啫。你都一樣啊，有好嘅品格，對人生有希望，只係迫於規矩，只係唔能夠施展你嘅長處啫。
咁睇落，我哋都幾好人啦。啊！佢哋已經開始發現到自己嘅優點啦。喺人間，你一樣會遇到不公義，但係保持善良、伸張公義，你就會發覺自己擁有幾咁寶貴嘅價值。2000 years 好， later。同學，你哋嘅時間已經到啦。